大家好，我係 WeChat Education 嘅林老師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如何應對考試難題。好多同學一見到難題就驚，其實唔需要驚，冷靜最重要。第一步，先要睇清楚題目，用筆圈起關鍵字。第二，可以試下畫圖，或者係用清單幫自己整理一下資料同埋思路。第三，如果真係棘住，可以先做容易嘅題目，之後再返去挑戰難題。記住，難題唔係要嚇你，係要你用腦，冷靜分刻，慢慢試，你一定得。多謝大家。